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阿嬷拢已经安排好补习所在啊，你唔款款的去补习无？今日拜日呢？拜日是要补习，要去你家己去，我要看教人画种的影片。毋是，是你讲要做伙去补习的呢？阮爸拢已经替你纳钱啊，即马又搁讲无爱去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毋是为着刺激你迄个晓丽老师，你无看到伊迄天去到底要甲我当作无尾食掉？无怪我着在想，你连高中拢无想要读啊，搁补习。知影就好。毋对，安尼你搁较应该爱去，你伫个较好。我伫个。毋是啊，这种代志斗相共一摆就好啊，刷落来就要靠你家己啊，张友丽。袂呢啦，你要甲我斗相共，恁阿姑未来幸福快乐的人生，就要靠你啊。你真是希望我去？安尼你付钱，你付我薪水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勉强会当忍耐迄无聊的课。好，来，偌济你讲。好，假使一般以时间来算，1点钟是100，要毋过你去补习都是2点钟，所以是200。而且我嘛爱看你爱我配合到什么款的程度。假使只是乖乖伫咧边仔上课，2点钟是200。要毋过你若是爱我想一个办法配合演出去刺激吴晓丽，就爱加200。讲卡停，你根本是卡油，我是你阿姑呢。我已经甲你算足俗的呢，而且你放心啦，我的演技绝对互吴晓丽对你思思念念，这钱开得足有价值。1点钟100块，这我会当接受。加钱的部分50。无啊。毋是啦，你爱先互我试看卖啊，若是效果好，我后盖就加钱。好啦，这届我就互你拍折，后届爱原价哦。这到底是甲谁学的啊？足够算，真。我无像你啊，一出事就做金孙。我若是无安尼算，假使搬出去，我要食啥的用啥的啊？好啦，爱钱甲钱，你选一个。好啦，真正比你迄个骗人的阿姐搁较恐怖100倍。好啊，咱来去补习，阿姑。讲卡条。趁钱咯。欢迎光临。助理休假。要订啥？就订个迄个日晒椰浆雪菲。好，马上来。助理休假。叫我助理就好啊。好，助理，
你今仔日敢只是来啉咖啡的？你这敢毋是咖啡厅？而且你的咖啡真是真好啉吗？多谢。交换。嗯。我确实有代志想要爱你斗相共。只要是我会当斗相共，一定斗相共。我无说你放记一个最重要的物件，无伫脚你用替我找转来。敢是咧领阿伯胖见的？啥物物件？我会当请心怀朋友找看卖。毋是伊讲放见的。前几工仔，你拄着一个讲家己互派人地查某囡仔，你敢过会记的？嗯。哦哦，原来迄是你哦！我有一条真重要的手链，可能落伫你的车顶啊，毋知你敢有看到？等我一下。是这吼？多谢。我找足久的呢。有找着就好啊。对啦，迄天发生的代志，希望你莫讲出去。嗯。你嘛知影，即侪八卦媒体都会甲即种代志讲到足含的。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也袂讲出去，不管对啥拢袂讲。多谢你。哦，足芳的呢，足期待即杯咖啡的。安尼，请你搁等一下。我搁甲你确认一解，1点钟100块，配合演出50，对无？对啦，你是要讲几百倍？哎呀，我的心酸啥人知？真正是。喂，安怎了？我先甲你讲好，互你来就莫伫晓丽甲卡廷的面头前搞我冤家。是你家己食我活看我活的。不要讲，就莫伫遐计较啦。唉，我无反对你对卡廷，也毋过伫晓丽的面头前，你慢慢甲我闹过，大家互相配合一下啊。怎是？因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你两个伫遐凄凄楚楚是咧讲啥？对哩。啊？你莫袂记，我的时间就是你的钱，已经20块啊。哎，知影啦，哎呦，大小姐，你莫遐尔计。真好，大家拢真准时，安尼咱准备上课。哎，我替恁开门。唔免，我家己开。行。你去啦。欢迎光临。调完哥，阮来啊。恁先坐，看要食啥啉啥，才甲我讲。安尼阮就坐大肚哦。遐哩，你坐遮。物件会当放遮。迄是毋是国际码头关主理？敢是？敢若是呢。听讲伊替阮兴华带件新的产品。真了假？嗯。尤里，你敢有看到伊对我洗目尾？伊是咧对我洗目尾啦，想要对你洗目尾。恁两个低估，课本给摕出来。讲话较注意咧。等下我要去甲伊翕相。我嘛要翕，我嘛要翕。请问你敢是原主阿丽理？咱做伙翕。对啊，我是原助理啊。我敢袂当甲你翕相，我真是足介意你的。我是江卡婷，我想要做一个化妆师，而且我希望有一天会当甲你合作。我真是足介意你的。安尼哦，你爱加油哦，我嘛期待会当甲你合作。真是了。迄落我嘛要做伙翕，敢会用呢？我嘛要。张尤里，伊今日是私人行程，无方便翕相。哎呦，拜托啦，一张就好，喊你看到大面星啊！无要紧啦，安尼就对未来化妆师开始啊。
多谢多谢。相片传我，传我，好，我 IG。相片传我啦。哎，我冇呗。交换 Starbucks Coffee， Best Coffee。多谢你的咖啡哦。免客气，你当来是我荣幸。安尼我要先来走啊。各位同学，拜拜哦。拜拜。哇塞，国际码头连行路拢遮尔啊有班，重点是袂记派头，足亲切的。对啊，国际水准就是无共款。伊对我笑的时阵，哇，我的心脏给要跳起啊！张友咧，恁到底是来补习，还是来耍的？高新凯，你是来补习还是来耍的？行。交换兄，你甲原助理足熟的哦。哦，阮拄好做我替新华翕相，因为工课实在尔。安尼后盖若是有翕相，敢会当带我去啊？你有兴趣？因为我想要做化妆师，卡输会当伫咧现场观察码头做工课，一定足有帮助的。拜托啦！当然好啊，也毋过我毋知影敢够有机会，但是有一定带你去。多谢交换兄，多谢。较专心呢。哇塞！总监，总监，你看，先怎啦？风风光光，交换上原助理 IG 啊！外表好看，手艺一流的烟斗头家，咖啡足好啉的。想袂到原助理看起来足冷淡的，私底下阁会甲合作的人联络，足侪人伫咧顶面讨论呢。看来交换咖啡厅要出名。这种代志有啥物好紧张的啊？我搁伫咧准备开会的物件，你先去问伊。哦，好，歹势哦。这条手链啊，敢若是应该是客人。啥？哦，着我有一摆去送咖啡，有一个无熟悉的查某囡仔就我的车，伊阁有派人咧等。敢讲，甲手链啊落伫咧交换车顶的，就是原助理。头家，我老爸，我知啦。多谢头免客气，家。免客气。好好，多谢头多谢多谢。交换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听到你原助理伫我遮打卡，结果伊的粉丝拢走来啉咖啡。头家，我物件未来呢。小等者，马上好。你先坐，我马上煮咖啡。不要紧，你问伊。哎，歹势，你当着头家啊，敢会徛喺边仔咧？唔歹势。多谢，头家，你做引导的，我敢会甲你翕一张啊？好啊，多谢多谢。 1、2、3，多谢。多谢多谢，免客气。头家，我敢会当甲你做伙翕相？会用啊。多谢，歹势，甲你做一位。啊，请。多谢。来，1、2、3，多谢头多谢家。多谢，免客气。头家，我有咖啡。好，马上好。来啊，歹势，互恁等遮尔久。歹势，你的咖啡会等真久啊。找到伊。欢迎光临。歹势，因为人有淡薄仔济，所以请恁等一下。这是我的 menu， 参考者。公文我签好啊，你摕出去啊。哦好。哎呦，以前总感吼，足无用的。逐工桌顶的公文拢做甲敢若山咧，什么行政啊、财务啊，包括上重要工厂的公文，拢爱总监家己签。要毋过即马吼，差不多2/3拢互周助理。毋对，周总监提走啊，嘿嘿，我真害。
要毋过，安尼你就当较食杯回面子啊，有较侪时间去约会，安尼嘛毋是歹代志啊，对无？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对啦，迄份乌色文件嘛爱签信，互我签啦。这毋是啦，这是董事长摕倒来要摕互陈总监的。董事长会替公文，对啊。你先互我看，看完我替你送互陈总监。哦好，这我就先摕出去啊。好。多谢头家。哎，谢谢，多谢。来，这两双，另外一个 pose， 这两双。哎，搁另外一个 pose。喂，什么代志？先互友啊设计会的签停互摕倒来。哈？为什么？我掠准你知影原因，爸无甲你讲为什么哦。伊拢无讲啊。迄份公文伫阿姊迄边已经真久啊，要不过伊拢无讲，我就掠准无问题啊。而且真正有一寡厂商需要周转，伊拢会通融。即个场友啊是真受困难才会开嘴，我毋知是安怎要安尼做。无要紧，我去找伊问好清楚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。拜拜。我去啊。开家。爸。哦，咱雄转来啊，食饱未？食饱。有一寡代志，我想要甲你讨论。哦，这样。我听讲新运动海报翕好啊，效果请款。真好啊！文琪阁要拍一出微电影，伊嘛准备在万浦百货办上市发表会，所以最近压力真大。辛苦伊啊！哎呀，准备这么久，咱家己的品牌总算要上市啊！面孔这几天嘛无用到真晚才回来。对了，你敢有去工厂看生产的情形？工厂我和阿炳甲冠华联络，目前拢有照进度来。想到要交华炳啊？你甲家己阿姨袂当直接讲是无？一家人敢有需要分甲这样清楚？既然爸感觉一家人免分甲遐清楚，安尼为什么唔先互友啊摕设计费呢？我知影你无赞成友啊甲工人客结婚，也毋过嘛免安尼处罚伊啊。你嘛知影友啊的个性，伊若毋是真是需要这笔钱，嘛无可能甲文琪开喙。好啊，你免阁替讲情啊！我已经决定啊，就是要回无钱，日子过袂落去，伊才会听我的话，乖乖等来。友啊的个性很倔强，你安尼逼伊，阁较无可能放落软。你只是甲伊逼到绝路，对家己的查某囝，敢需要做甲这样绝？友啊无顺你的意，你就安尼对待伊。那换做是阮的，你嘛是安尼对待阮是吗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让我们一起在容颜下。我已经决定啊，都是要回无钱，日子过袂落去，伊才会听我的话，乖乖等来。友啊个性很倔强。你安尼逼伊，阁较无可能放落软。你只是甲伊逼到绝路，对家己的查某囝，敢需要做甲这样绝？友啊无顺你的意，你就安尼对待伊。那换做是阮的，你嘛是安尼对待阮是吗？敢讲在这间厝所有的人，拢爱照你的意思做代志，无阮全部拢爱受到处罚。我悠哉去伤久啊，这届我一定坚持到底。这件代志咱就免阁讲啊。
你较早休困。来哦，早顿有犹太，查某囡仔上爱沙拉，佮有各种足营养袂受油的早顿，全部拢有。只要摕广告单就送饮料，先生，来，摕广告单，买早顿送饮料，倒边迄间吼。先生，来，阮早顿有犹太，摕广告单就送你饮料。你唔食嘛，莫甲广告单等咧涂骹，奇怪呢。早顿有犹太哦。小姐高仔，阮早顿有犹太哦。摕广告单就送你饮料，就得遐尔，多谢。早顿有犹太哦。小姐，阮早顿有犹太，摕广告单会用换饮料，就伫遐，你参考看卖哦。就伫倒边啦。早顿有犹太。你咧创啥？替你发广告单。早顿有犹太，摕广告单也免费换饮料，两饼三明治拢总有啊。早顿有犹太，查某囡仔上喜夜沙拉。这是今日的薪水200块。多谢头家娘。也佮有这吐司边互你。哇，今日遐济哦。江先生，边仔这位是恁太太哦，甲你做伙发广告单哦。这恁的感情真好呢。安尼三明治佮加互你一个。请你食早顿。唔是啊，其实伊是。无唔对，我是某，多谢你的早顿。想当初我甲阮阿吼，嘛是做伙辛苦打拼，才甲这间店做起来。恁安尼阿某做伙打拼，真正足赞呢。头家娘，多谢你遮尔照顾阮阿。恁阿足认真诶，也毋过足缘投诶。不过祝你放心，只要伊继续对我遮斗相共，我替你甲伊顾咧，袂互伊有机会乌白来。多谢。多谢头家娘，安尼阮先来走吼。好，多谢。再见哦。拜拜。拜拜。紧的啦。家某，你敢袂饮料受过头？虽然是恁某，就会当加摕一个三明治，安怎是？哎呦，这敢是张友啊会讲的话？你变啦！不过嘛对啦，吼，就度假村遮尔大的 case， 你拢敢骗啊？这吼无算啥啦。而且讲你是阮某，嘛无算讲白贼啊。你真差呢！不爱食哦，啊你互我。我无讲我无爱食呢，张啊，三明治一人一个，你摕我创啥啦？我嘛要食。张友啊，莫食了了，留一喙互我。好啊，安尼互你。像安尼尔，你吐出来哦。阿兄。嗨，阿兄，请啉哦。恁讲吼，我莫叫你啉。好。阿兄，你哪会雄雄来找我？这是你进前申请的设计费30万这么多哦！进前改变风格，按你定位，等于是叫你重做一遍，增加费用嘛真合理啊。那会是用你个人的名义开的？我知影，爸无爱互我，所以你家己花对吧？阿兄互相卖钱，天公地道，上家讲话。要毋过好啦，你莫想遐济啦，这笔钱本来就是要互你的，我只是身体公司出，等你摕到设计费才还我就好。小落来啦，我知影你即马需要钱。多谢你。我拄则看你真欢喜吼，敢若从来无看过你安尼呢。敢有？我一直拢是安尼啊。甘安呢？对啊。
所以你就打算甲伊维持婚姻关系，一直到卡廷18岁。我本来是安尼想，也毋过卡廷搬去丢家大，嘛伫遐读高中，有恁替我照顾伊，我嘛真放心。这段婚姻敢若就无需要啊。无得卡过一阵仔，伊家己就会走啊。敢讲你拢无其他想法？拜托，伊是林浩的小弟呢，你莫有白想。唉，我是想讲哦，有一个人伫你身躯边，我嘛较放心。而且我感觉伊带互你的影响真好啊，至少你即马比以前较爱笑。好啦，我嘛要回去啊。我送你。你莫袂记，你毋是一个人，你还是张家的千金张友莲小妹。有啥物困难，随时拢会找我，知无？多谢。先来去啊。谢你哦。嗯。恁阿兄走啊？啊，伊来创啥？兴华的设计费。哦，30万，这么好啊！对啊，会用免欠吗？今仔日买2个好食的便当补一个。遐着讲，我查看有啥物会当送来。这几工我要挂兴华的 case， 可怜的拼暝工无代志莫插我。对，紧趁钱，趁着1000万就当摆脱我。对啊，你无看到我一拍拼想要摆脱你哦。对啊，你安尼做就对啊，安尼哦，我嘛会当赶紧离开遮。拢无啥物好食呢，我直接去买。你要食猪排还是煎虾仔的？这讲就要问。对，加问的，你对虾仔过敏？猪排套餐，饭较少，菜较济，加油醋、青菜米寿汤。安尼我来去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拢中昼，哪会还袂开？甲阮今仔日休困咯。刷起啦，你等遐尼久啊，咱去别间。哦。喂，交关，拢已经中昼，你的电哪袂开？啊？什么？已经中到啊？哦。哦。你有要紧无？是毋是弄着头？无代志吼？无代志。我毋知影已经中到啊！你拢无看到，昨人真是足济。我从来毋捌遮尔忝。先生，我哪会毋知影？我昨昏就坐伫遐。对吼 ，sorry， 我昨昏真是想无闲啊！我连你什么时阵离开拢无注意到。你要啉咖啡吼，我来煮。免，你紧准备开店，我甲伊2点要开会，要等伊公司啊。要是替你包起来。真是毋免。真去，姐姐，等我一下。我1分钟，我去洗嘴洗面。嗯。
这手链仔看起来足贵的。好啦，我摕去放伫店内阿爸保管，伊若收起来有物件碰去，就来找我摕。万一迄条手链仔无伫内底，我感觉问交还，敢是原助理摕走啊？我安尼问，敢会颠倒互交还感觉我搞猜疑？哎呦，煞煞去啦，莫看，是原助理的，伊该安怎？唔看，对不起家己。欣欣，什么代志？哦，甲迄人的会议该4点哦。好，我知影。你伫内底创啥？我看到你敢若有想买一寡咖啡豆，所以入来看一下。文琪，其实我拢知影。哈？我听到你甲欣欣讲电话，会议该4点对无？安尼还有时间啊？我做中昼回你食。来，坐。交换，助理是安怎会来你的店来打卡？你甲伊私底下敢真熟？对啦，迄间发生的代志，希望你莫讲出去。你放心，这个代志我袂讲出去，不管对谁拢袂讲。多谢。啊，就迄天翕相时阵，伊毋是有另外的咖啡，伊感觉真好啉，就再来我的店来啉吗？安尼哦，就敢若因为安尼？也毋过加再有伊，我的心理变好啊。头家你欢迎光临。头家歹势吼，我昨有来啉咖啡，我有一个行动电源袂记摕。哦，有，等我一下。敢是这？对，多谢你啊！我今日阁要一杯小的拿铁。好，你坐稍等一下。无看到手链啊，所以真正是原助理落去的。交关是安怎要讲袂出？虽然挂过2年，摕去保养一下，也是足水的呢。你看，吹蛋就好啊。你等下要去杏花开会哦？对啊，去讲约定的代志啊。这个就是即个要甲你翕相的 model。对啊，这道吼。伊毋若洗到缘投，身材嘛足好诶，笑容阁足迷人诶。假使我若无男朋友，甲伊谈恋爱，应该嘛袂歹。安怎？你食醋啊？我无食醋，我只是感觉你需要人提醒一下，谁才是你的男朋友。莫闹啊啦！你毋是要赶去机场？若毋是我要去日本出差，即马我就好好处罚你。好啊，我就等你转来，慢慢啊处罚我。这3天，你就忍来一个啊。伫台湾，乖乖啊等我。最后就是女主角变做有名的 model 了，伫伦敦的街仔路走。
规个气氛是轻松，而且是有自信的。系因讲，带心去当这个画顶的刻画，就是专家为助理设计的。经过女主角变做国际有名的 model 的过程，去主张查某人爱做家己，发挥家己的能力，实现梦想，进一步甲新运动的品牌进行合作会。袂歹，故事足完整的。这是阮行销部的人做伙想讨论出来的成果。也毋过，我甲尤岛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。歹势，哦，这个 PPT 替我放者。好，所来，我向大家讲一下，我甲 Alan 做伙想的这个新剧本，故事是安尼啦。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伫咧走，伊穿较真简单，衫足大领的，就亲像伫咧修行的尼姑，走甲这尔辛苦，走甲这尔孤单。Next。有一天，伊拄着一个查甫囡仔，伊的笑容袂输日头共款，两个人逐工见面，都安尼变做运动的朋友啊。后来，这个查甫囡仔发现，伊穿了上简单啊，就送伊一名新运动机能运动衫，互伊走了欢喜，走了健康。最后，这个查某囡仔感觉运动无亲像修行遐尔孤单，有甜蜜的爱情了后，伊感觉充满活力。这个微电影的名我已经想好啊，心动力，拖车吹落去，心动力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向前行的动力，拄好甲这个品牌名完全符合，真好诶！两位，感觉阮的剧本啥款啊？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概念，而且搁要找一个男主角。遴选的，敢有想款啊？男主角我甲尤岛已经想好人选了，就是交还。我反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概念，而且搁要找一个男主角。遴选的，敢有想法啊？男主角我甲尤岛已经想好人选了，就是交还。我反对。拍戏的时阵，对演技较要求，我感觉咱应该找一个专业的演员甲助理合作。迄天翕海报的时阵，交还的真实甲表情拢表现甲足好的，伊拍戏应该无啥物问题。对啊，Alan已经互我看过迄天翕海报的情形啊，我感觉只要互伊搁调整一下，就真 OK 啊。而且朱莉这张相片有几万人起赞，你讲观众缘，交还即马绝对袂比任何一位出名的演员较歹哦。我对交还哦，就有信心诶。我嘛对交还就有信心，朱莉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我甲交还配合得真好，佮合作我嘛无啥物问题啊。袂用诶，翕海报甲拍戏是无共款诶。我感觉也是要找一个有名的演员来甲助理合作。哎，找有名的演员，一年前都要排时间啦，即摆已经袂赴啊啦。而且，遐个演员哦，真歹剃头，你知影无？我最有经验诶。啊对啦，最近咖啡厅是毋是都是交还开的？安尼拄好，咱就伫这间咖啡厅拍，就讲这个运动员的助理去男主角的咖啡厅啉咖啡。你这 idea 足赞的呢！你当时想到的。哎，你拢有在想。运动啉咖啡，减肥的效果更较好。咖啡就亲像提供动力的燃料，甲咱新动力的主题 perfect match。哦 ，genius！ 你真正是天才呢！我真正是小天才呢。袂用诶，
咱也毋是拍咖啡的广告啊，安尼营销重点拢歪去啊。对，我嘛感觉本来的剧本较好，故事单纯，重点清楚，搁较会当表现新运动的品牌精神。嗯，无安尼啦。主任，你一句话，你想要拍倒一个剧本，咱就拍倒一个剧本。我两个剧本拢会用的，也是恁做决定啦。无要紧，咱应该听看卖别人意见。欣欣，麻烦你叫其他同事入来，咱来投票。啊？好啊，就来投票啊。要我成功就好，必须要遵守投票的结果。No problem。欣欣，甲要来会议室的同事交代一下，一定要选咱的剧本，绝对袂当选迄两个，知影无？总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势。欣欣，欣欣，那这久还袂好啊？对无？而且爱两分哦。来，拢过来。这个新运动微电影，就需要恁宝贵的意见，你去投票。投什么票啊？新运动的剧本有2种方案，你去投票，看恁介意倒一个。等一下，Alan， 欣欣已经找到人啊，无需要搁找遮尔侪人来投票啦。阿敏，啊，恁阁有真侪代志爱处理，紧去无用啦。啊，我是按算去买食的啦，暗时爱加班。安尼紧去买啊，加班需要体力，莫去咬着。也毋过吼，不要紧，因为这是公司重要代志，阮足愿意提供阮宝贵意见，你讲对无？对，讲了足好诶。投票的人愈多，结果就愈客观啊，对无？安怎啊，陈总监？敢讲大家意见无重要哦？重要，当然重要。我只是感觉会议会当较有效率的。陈总监，要做一个好的作品，效率从来毋是头一个爱考虑的代志。亲爱的，你手链做着？一个大声的查甫囡仔替我找回来。好，2个无同款的剧本，大家拢听过啊哈。来投票啦！大家会当自由发表意见，勇敢选出恁心目中上好的剧本。欣欣，你讲。其实我感觉A人的剧本真是袂歹，要毋过我是较介意总监的剧本，重点较放伫助理，还有新运动的品牌顶面，所以我投总监1票。对，我嘛是，我嘛是。安尼3票。那意见拢同款啊。歹势，我的想法甲欣欣无同款。我感觉助理甲条环做伙拍微电影，一定足轰动的。而且男女消费者拢有兴趣啊，对无？对，我嘛感觉A人较好。对，搁无听到，搁会当继续拍微剧集，叫做新运动，就是爱情。你甲我的想法一模一样，对啊，对，一模一样。阿斌，起来，1、2、3，3比3，即马白手，无安尼啦，咱直接去公司楼骹找搁较侪人来投票，直接做市场调查啥款。阿炳，你敢若袂记有啥物代志无讲着无？无啊，哪有啥物代志？我想看卖咧，我决定甲票改投互总监。你讲啥物？其实2种拢袂歹，只是硬要选一个吼。我感觉也是本来总监甲重点放伫品牌本身较好啦。
毕竟这是微电影，而不是真正电影啊，对吧？咱也是以卖商品为主啦。歹势，别给我，不如我的票换到给总监。这是天国话议会议事咯。怀疑恁爸七国雄在做议员的时阵，甲宽平委员偷偷讹说，两个人若真心想要结婚，是不是应该互相坦白，袂当有隐瞒？慧敏，我甲伊之间无秘密啊。啥样爸？我想要找你讲清亏案的代志。我今日看到回民姐入去张俊清的服务处，爸，迄个回民姐哪会搁甲张俊清行做伙？安尼阿兄是毋是着做无辜啊？你即马讲这创啥？家己有目睭，家己去看啦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